情緒干擾、行為偏差，並非個別投資者所面對嘅問題。香港交易所於2025年12月發布研究指出，逾60%港股投資者坦言，短期市場波動會直接影響其投資決策。在此背景下 ，Chrysalis 將會喺2026年3月8日喺香港舉辦大灣區首場投資者行為主題共學研討會。本次活動聚焦高波動環境下嘅認知偏差識別同結構化投資決策方法。3位具備豐富實務經驗嘅分析師將親臨分享。Cecilia 郭 Chrysalis 市場情緒專家 VC， 擁有10年投資及交易實戰經驗。Angel Yoke 曾任職摩根士丹利紐約，現從事基金管理工作。CFA 及 FRM 持證人 Jolin Zhu 擁有17年金融市場研究及交易經驗，原公募基金經理，累計管理資產規模達1900億元。CFA 及 FRM 持證人。活動將圍繞真實且可服用嘅核心議題展開，包括市場劇烈波動時如何管理情緒並維持決策穩定，運用結構化思維進行投資判斷，現金流策略嘅核心邏輯，大灣區投資者常見嘅行為誤區，在不確定性持續加劇嘅當下，回歸投資本源，以認知對抗噪音，以方法守護長期理性。